在咧新闻要来关心台铁列车排尾意外的报道。有关于4月7日，这个台铁列车这个排尾意外造成49个人死亡，花莲地检署伫今日追加起诉台铁局花莲工务段主办工程师潘东英，伊涉嫌犯了过失致死、伪造文书等等的罪嫌。啊，这个工程顾问公司姓郭专案经理涉嫌犯了过失致死的罪嫌，调查了追加起诉，来听检察官的说明。那这条弯道是紧邻着东正线的轨道，那在弯道的下方和边坡之间又有高低差，好，所以潘姓的主办工程师以及这位郭姓的专案经理，他们理当要知道，大型的车辆跟机具在走这条既有道路的时候，可能会因为路面过滑，好，或者是弯道过大，好，可能会熄火而有滚落到、翻落到铁道的这些危险。检察官认为讲，虽然这2人有去现场看过几摆，但过工区的出入口无管制，嘛无铺这点仔架，指出讲意外发生，所以讲追加起诉。